你看，像大拇指头这么大，小小的。哎，龙珠果、龙须果、龙须果。跟那个百香果很像，那个种子，那个籽也跟百香果都差不多，那一样大。这一粒第3粒了，已经吃了2粒了。第1粒吃了大概4个钟头了，第2粒刚刚才吃的。龙珠果、龙须果，清热解毒，清热解毒，有那个会热咳的，什么咳嗽的了哈，止咳呢，可以止咳呢，有还可以止痛呢吼。不想吃西药就吃这个，就养生的药草。龙须果，哦，藤蔓类的呢，葫芦科的哈，藤蔓类叫毛细环莲。百香果呢，迷你型的，大拇指头那么大而已。百香果是一个拳头那么大的，里面的籽类似这个，汁液还多的时候也都是很香的。这个熬下去就是比较丧失水分了。趁着新鲜来吃哦，还可以治皮肤的吗？改善皮肤毛病哎，什么皮肤有些疮毒啊，可以改善的。有些皮肤毛病是因为体内的热度排不出去，这个可以清热消毒、清热排毒，叫做龙须果、龙珠果。可以搜寻阿草贝植物园哦，在彰化二林有那个中草药的植物园呢。另外李明劝中医博士啊，在高雄，好像大顺路还是哪里？顺生堂、顺兴洞哦。他在嘉义梅山也有草药植物园，中医草药植物园呢。嘉义梅山哦，那边也有中药的植物园，可以搜寻网路龙须果，用OK Google 语音助理 OK Google 来搜寻，按手机萤幕正下方圆圈圈，按那个3秒。跑出来，然后就说 ：“OK，Google，请帮我搜寻龙须果。”